乡亲牛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1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讲拜二13，指挥中心宣布防疫的层级会当小可放令，也若针对餐饮店会当带条件，互人客伫咧内底食。有袂少县市讲无要照做，认为即马咱要无放令的本钱。也若到昨暗为止，全国简单片湖甲金门讲会照中央的指示落去做。指挥中心宣布延长全国疫情3级警戒到26，并且自13开始放令部分措施。餐饮场所只要符合指挥中心的指引，就当伫咧店内食。严格只个人提供个人的套餐，袂使做伙食。合菜部分由餐厅的人菜分好了才上桌。大部分的县市伫讨论了，也是决定禁止伫咧店内食，只个人会当外炸。业者他们也觉得不急着开放。那民众也觉得不开放会消费得更安心，那我们就从善如流。屏东县餐饮业同样禁止内用，一律外带，请餐饮业的朋友再忍一下，真歹势，请社会大众多一点体谅。台东县政府初十案宣布，顺应民意，餐厅伫7月26进前依然禁止伫咧店内食，鼓励外炸。法律院长市认为，伫咧拜六暗9点外也紧急宣布。因为防疫优先政策一致性，26进前餐饮业者依然维持外炸，全部拢禁止伫咧店内食。全台湾各县市伫咧26进前，只若剩片湖甲金门会当有条件伫咧店内食。指挥中心讲，各地方政府会当看疫情甲民情来决定。若是感觉讲规定需要更加严，指挥中心也无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好消息，咱台湾网球选手谢淑薇，也有伊的 partner 对比利时来 Mertens， 在咧英国温布勒顿网球锦标赛女双的决赛，以2-1拍赢俄罗斯的选手。谢淑薇甲 Mertens 是同齐摕到女双后的宝座。第这届。谢淑薇甲 Mertens 伫即届女双的决赛内底，头一盘3-6输去，第二盘赢2分，比数7-5，落尾以9-7顺利摕到冠军。这也是谢淑薇生涯第3摆伫咧温布勒顿网球锦标赛摕到女双赛的冠军。这也是伊到打第4个大满贯赛的金杯，优秀的表现也受国际注目。再来，咱来讲，昨暗9点外，嘉义市中孝路丰仁路中头前的铁基路发生区间车去弄到小货车的意外。这台货车的运将驶过铁基路咧动红灯的时，车身有过，不过这车尾也有一节无过，佮掉伫咧铁基路，才会去互要落南的区间车弄到，加载无人受伤。台铁也伫咧昨暗10点左右恢复双边通车。货车被弄甲规个变形，车顶回收回来，扛放个篮也压甲规涂骹。初十暗9点外，一位姓吴的查甫人开货车经过嘉义市丰仁路中头前的平交道，等红灯的时阵，无注意到车尾还阁伫咧平交道，互落南的区间车弄到。他车头已经过平交道了吗？有，我车头已经过平交道了。啊，对，他是在停红灯，是不是？对，在停红灯，也不知道火车要来，完全都没听到声音了。没有叫的。当时车窗是关闭的，是关起来的。货车被弄到了，卡伫咧边仔的平交道护栏，好加载驾驶即个人轻伤无大碍。原本准备要入嘉义站的区间车是车头挂歹去，司机家己走赛，车顶的乘客拢平安无代志。据那个驾驶表示在通过平交道的时候，在这个台一线路口这边扛顶那个红灯，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后续。他那个车头车尾比较长的问题没有注意到这个安全距离，所以才遭受那个南下列车的碰撞。铁路警察搜证了，工务单人员随清理现场。代替讲，受损的列车9点54分才出发，差不多比正常时间慢40分钟入站。10点15已经恢复双向正常行车。这件意外总共影响列车7列次，旅客495人，出代志的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到底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要是真热，这轨道雨水落雨的范围就会较大，到暗时拢会有雨水。到底来去看温度。今日太平洋高压较弱，伊也向北边来刷叮当，水汽比较较侪，吹东南风。东南部地区也有恒春半岛有一寡所在落地阵雨，中岛各地是拢真烧热。伫咧花莲县的冲谷是黄色，是即个柑仔色的灯号，会小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伫咧宜兰县附近的山区甲河谷是黄色的灯号，气象局也发布高温的资讯，乡亲出门在外就爱注意，唔好去拍到。拜三开始，太平洋高压离开台湾，台湾会伫咧低压带范围，到时阵这水汽就变较侪，东半部就有机会落雨。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民进党立委呼吁政府考量疫情，油价甲电价就卖起。不过中油对明仔载开始，要是会照资本的机制来起油价，汽油10公升起3角，95无烟汽油会阁起来到这个10公升30块。但这也是国内疫情爆发到大，连续第9摆起价咯。来看《自由时报》，根据检察机关的统计。全国3级警戒的这段时间，刑事案件的数量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减2成多，其中窃盗案减超过18%，啉酒赛车减搁较侪，减60%。不过诈骗案是加5%。来看联合报。自这基金会昨宣布讲，买500万支德国 BNT 原手疫苗的这件代志，已经参政府甲遮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拢签好势啊，过来会以上紧的速度，甲后续采买也有关疫苗的流程拢敲出好势。过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31例本土个案，死亡个案有6例。因若针对中央宣布拜二会当小可解封，不过幼稚园要是袂当开放，但是中有解说讲，因为对5月份这疫情看起来，囡仔染病的比例有较悬，而且囡仔无法度自有放射，才会做这款的拍算。新冠肺炎本土疫情继续平稳，拜六初十新增加31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甲新北市13例上多，搁再来是桃园市4例，基隆市1例。比较好是居隔里面阳性的是有19例所以是原来旧案那新案大概12例。另外也新增加6例死亡的个案，拢有慢性的病史，其中有2例年岁较轻。案例14806是30多岁男性，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病史，长期洗药剂，住院时阵已经有肺炎，后来肺炎恶化，不幸过身。另外一个是案例14406，也是30多岁男性，本身有慢性C型肝炎，住院时阵情绪无稳定，虽然一直甲伊辅导治疗，治疗员不幸在病房内底家己自杀死亡。由下礼拜23开始，部分的行业会使未开放，不过幼儿园依然无开放，引发不少家长会怨叹。对此，陈市长表示，今年5月23到29，0岁到6岁幼儿为着情形达到高峰，有84人确诊。7月初4到初10，依然有8人。虽然教育部发公文讲私立幼儿园停止上课，不过若是家长无法度照顾，依然会使安排人员到幼儿园照顾幼儿甲食饭，医护人员的子女会使优先来安排。在幼儿园，事实上防疫是不易的，那引发群聚，那会让这个事情比较不好控制了，但是好的现象是，现在人数幼儿的染疫的人数在减少中。美国来新冠疫苗一天的注射人数，搁在创下新冠的纪录。初到拜五有22万1000人次去注射，疫苗覆盖率大约是13.9%。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关心目前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咱增加31例本土个案，即马计共咱的本土个案加起来有13966例。这回来去看各县市的分布。即阵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的县市，包括新北有6634例，台北4667例，超过100例的县市，桃园730例，苗栗547例，基隆308例，彰化268例。台中199例，新德县108例，昨咱增加6个死亡个案，这个数字拢是今日早起疾管署上最新的资料。
再来讲，针对餐厅要放零防疫相关的限制，即嘛各地头就惊讲疫情会反扩，所以大部分的这县市拢要是决定无要开放。另外，即嘛民众只要伫咧手机下载健保快易通的 App， 就会当有 COVID-19 的通行证，会当伫咧顶头查看卖看家己的体检的记录，也有注疫苗的证明，啊，这功能甲疫苗护照买共。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有较例外，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3开始有条件开放餐厅内用。不过，全台湾只有花莲县甲台东县顺时中开放用伫餐厅内底食，其他县市是考虑疫情无愿意开放。对此，国内专家认为，中央甲地方对着未解封无同调，会互民众无度来遵从，也较会增加看苦的风险。而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七八为止，总计已经有312多万人次注射疫苗，疫苗护抗率大约是13.03%。健保署也推出 COVID-19 的通行证，请求疫苗护照来使用。COVID-19 的那个快筛或 PCR 都是等于是会上传到我们的云端资料嘛，所以就变成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民众看病的时候，医师可以看得到这资料。健保署强调，即阵已经有1100万民众下载登录健保快易通的 App， 也超过600万人使用健康的顺谱啊。那民众的就医记录，就连新冠病毒检查的结果、甲疫苗注射这资讯，拢会直接查到。未来也会推出英文版，方便民众出国时也用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央参台北市政府针对北农也有宽南市场集体烧化的这案，成立联合侦检指挥所。经过1礼拜，指挥官陈时中宣布讲，因为疫情已经有控制掉啊，所以指挥所也会撤离。啊，另外高文特长是佮批评中央，讲无甲地方政府来讨论来参详，就公布讲要小可放零防疫的限制，实在是无负责任。台北市长郭文德7日视察市场反来自疫苗的情形，为了掌控北农甲宽南群聚的案件，中央甲台北市府7月初2成立联合侦检指挥所，做大规模的采检。初8、初9做第2届的体检，北农第1市场的热区，甲2249个人做体检，有一个 PCR 是阳性，也那3个市场附近的反来甲社区的体检全部拢是阴性，显示疫情有压落来。指挥官陈时中宣布改组编制侦检指挥所，不过台北市所传出万丰病院封院的消息，立院副总院长邱大成是赶紧出来驳回，伊讲人员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并无封院。指挥中心公布有条件放零会当伫餐厅内底食物件，不过6都的首长全部拢袂得咧办理，连上北的生活圈、电影院甲要开放嘛无同步。郭文德是搁一个提出质疑。现在就是中央只要发布个命令，那后面他都不管了，然后再就是各个县市自己去决定。问我的话了，我觉得这个相当不负责任。台北市府嘛按算要开放公立幼稚园，副市长黄珊珊强调讲，已经开始甲公立幼稚园的老师注疫苗，伫咧考虑家长甲工作人员卡手的情形之下，按算7月19开放。也若私立幼稚园敢会比较公立幼稚园来开放？黄珊珊强调讲，会看注疫苗的情形，才豆豆来解除封锁。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台东县政府经过讨论，决定讲本地7月份甲8月份要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会，会等到疫情警戒降到2级了后，才过来举办。初9是台东县议会定期大会上尾一天，议员拢真关心后礼拜未解封了后，热气球嘉年华会敢会办？要安怎举办？才会当避免在地人烦恼讲，外县市的游客可能会带来疫情的风险。要求县议会决议，县府敢若会当伫疫情警戒降到第2级才会当举办。县府嘛答应讲会严格来把关，目前的状态是延期当中。好，请放下。那我有条件的通过。也许我们会稍微再更保守一点，比如说你外县市的人要来搭乘，你可能要拿你的打过疫苗的证明，来预约。13就要未解封，虽然要看无热气球，不过各地民众已经开始想要出门佚佗啊。也若中央嘛有开放餐厅会当伫咧内底食，不二个目前全国敢若有花莲是依次开放会当伫咧餐厅内底食物件。不过台东县大部分的餐厅也是唔敢开放，因为价房欠货，加上管制措施真恶做甲中央的规定，规期也是请人客包登去食。都可以啊，跟着走啊。隔板箱很难订，像包厢的部分啊，这样是真的是很难维持到一个安全的那个防疫距离啦。两面都要未解封，不过东部的民众也是真烦恼，讲面对疫情相关的风险，也有未注到疫苗，若是济游客入来到东部佚佗，那造成防疫空棚，伊唔知要安怎才好。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中央最近开放，互民众第9类甲第10类会当就网来登记，讲看有意愿要来做有风险无？前2天讲第9类注文有意愿要来注射的，就有超过200万人。不过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对象要做疫苗，就要有过去1档病院主诊断的证明。有民众就表示讲，这相关的规定根本无清楚。为着加速注疫苗的速度，指挥中心开放第9类甲第10类的人会当先线顶登记意愿，其中第9类涵盖范围较宽，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等慢性病患者。不过大箍人若要下资格，毋但爱有医生主诊断是肥胖症，也爱有去年1月份到今年5月份因为大箍去看病的记录。有民众是讲相关规定根本无了解。你不晓得这件事？不晓得。看政府啊，我们做不了什么决定。以健保局的所署长佮所讲的吼，你伫主诊断内底有放伫这个慢性病部分来讲，全国即马算起来差不多167万，第2诊断以后算起来，总共会到300几万。医生表示，即马主诊断有慢性病大约167万人，内底有肥胖症的并无多。不过，若主诊断的记录毋是上新的，或者是患者拢无相关看病记录，安尼就可能去互闹交。第9类这个行之有年呐，说要特别的修订哈，你每一个的修订也都争议很多。那现在疫苗的争议已经很多了，那既然行之有年，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赶快来做，好，免得在这里面变动太多。针对第9类高风险慢性病疾病种类的范围，甲流感疫苗注射的范围拢相像。外界质疑敢有真正下民众的需求，恐惊有争议。中央是强调，即马就是爱赶紧做，避免伤侪变动。记者闵真理、徐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讲，印度即马除了无用咧抵挡新冠肺炎，当地即马是佫出现比前9日又佫较可怕的兹卡病毒，就惊讲这乌卡网会甲即款病毒传出去，致死率会变悬。当地政府即马是严格管控，毋敢大意。这是印度上南边的大城特里凡德朗，也是克拉拉邦的首府。街路上，世界人看到新型冠状病毒检查站，说明印度即阵新冠疫情的紧张程度。因为进行当地验出，互人感觉真恐怖的兹卡病毒。患者是一个24岁有新的发言人。അപ്പോഴാണ് ഗർഭിണിയായിട്ടുള്ള ഒരു ലേഡി ആയതുകൊണ്ട് 24 വയസ്സുള്ള ഒരാളാണ്. അതുകൊണ്ടാണ് നമ്മുടെ നാട്ടിൽ ഇല്ലാതിരുന്ന ഇതുവരെ കണ്ടിട്ടില്ലാത്ത സിക്ക വൈറസ് ആണോ എന്ന് പരിശോധിച്ചത്. അത് ലോ ലെവൽ പോസിറ്റിവിറ്റി കാണിച്ചു. 即阵克拉拉邦的兹卡病毒确诊人数44人，表面上看起来毋是真多。不过因为兹卡病毒的病蠓糖、黑斑蠓啊，同时也是死亡率更加悬的天狗热这一边的传染途径，所以印度对中央到地方卫生单位拢毋敢来放松。There are some Zika cases which have been reported from Kerala.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and to support state government in that endeavour, a 6-member senior team which consists of people from public health point of view, which also consists people from vector control, clinician from AIMS. 印度即阵处在西南季风的时期，也是黑斑蠓啊开始滋生的时阵，为了防止疫情一直传，卫生单位标准即个黑斑蠓啊，包含大只蠓啊、甲蠓仔囝，拢在严密监控。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第侪人拢知影，美国歌手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2008年因为伊的精神状况无好，反伊甲伊的监护权判互伊的爸爸甲信托公司。即摆伊已经40岁啊，袂当家己有家己的财产，也袂当自由行动、参朋友见面，就连结婚生囝也袂当。最近伊是向法院提出诉讼，希望甲人生的主导权讨倒转来。伫洛杉矶法庭的外口，组织真侪歌迷，举解放布兰妮的标语、喊口号，要甲美国女歌手小甜甜布兰妮応援。We're not only going to free Britney, but we are going to reform these laws. We are going to fix this broken system. 布兰妮从2008年精神各样的事件发生了后，法院就甲监护权判互因老爸杰米来接管。不过，这个保护令是限制布兰妮的财务状况、工课，也佮有伊甲别人见面的权利。这个限制，会使讲是甲伊的前途全部拢毁掉。插画家用作品重现听证会的场面，布兰妮透过视讯伫法庭发表24分钟的声明，甲因老爸恶质的行为全部拢压出来，嘛讲出伊这13年来遭遇，而且嘛甲洛杉矶最高法院发声，希望法官会当甲伊的人生幸福伊。
唱出一块一块唱到抓袂牢的歌曲。布兰妮的风格是受到真侪歌迷的欢迎，不过这线嘛正做一寡不良的媒体，甲一寡专门写人闲话的世间报纸，引用来写人目的目标。You know, whatever's up at the top. Sometimes they'll say anything just to pull that person down, and they'll say anything to sell a magazine. So I'm just kind of over it right now. 为身材、穿插、打扮，到伊个人的感情世界，布兰妮的私生活是规个互公开的讨论。到最后，伊因为这个压力，规个人全崩盘，身心出现问题，甚至后来因为食药啊，地司法院落尾是甲监护权判予因老爸甲信托公司。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咱来讲基因工程的技术直直咧发展，这种技术也常常应用伫咧医疗顶头，像复制动物到器官的医术拢有。毋过复制动物也有复制人类，毋若牵涉医学伦理。准讲未来用这款的技术来改造人种，安尼可能会造成国家安全的疑虑。大巴岛的艾米莉亚对外表看起来，甲波兰一般的家庭主妇也是上班族无啥物差别。不过，这个32岁婚姻人却是真侪国际媒体关注焦点。对艾米莉亚有新的初期，就使用中国籍胎儿检验器材来确认囡仔的健康状况。英国根据路透社调查，艾米莉亚本人甲囡仔的基因序列，这么私密的资料，却是可能落入中国企业的手中。艾米莉亚使用的胎儿检验器材制造商是总部设伫广东深圳的中国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胎儿基因资料库规模是全球前几大，并且行销全球52个，予各地做基因医学研究之用。也过亲像其他的资料库同款，伊有资料外泄的问题。Chciałabym wiedzieć, co się dzieje z tak wrażliwymi danymi na mój temat, jak genom mój i mojego dziecka.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掌握这么大的资料库，会在基因的研究顶面真简单就赢过美国。美方也认为，华大甲中国解放军关系密切，这么大的资料库若是被提起用作基因来改造人类，以人工的方式制造出电影内底，互济人士兵，一定会真做全球更加大的安全威胁。不过，华大讲，该公司甲中国政府也有解放军是无任何的关联。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日时要是真烧热，花莲、宜兰高温会来到36度，也过到山区一寡所在会落雨。那拜三到拜六，这太平洋高压离开台湾，台湾会伫咧低压带的范围内，迄个时阵呢，水汽就会变较侪，过到这对流会较旺盛，雨就会落较粗。下半部的天气，咱也斗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再来，在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在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金门、平遥、马祖26度到33度。未来3天的气象，咱也做伙来去验一下。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咱大家拢保重身体，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